馬來西亞淨宗學會呈獻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講記。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係由淨空法師講述，播音鄭榮、李俊文、高原，監製妙音居士，製作馬來西亞淨宗學會。佛教係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嘅教育。釋迦49年所說嘅一切經，內容就係說明宇宙人生嘅真相。人生就係自己，宇宙就係我哋生活嘅環境。知覺名佛菩薩，不覺名凡夫。修行就係將我哋對宇宙人生錯誤嘅睇法、想法、說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嘅修行綱領係覺正淨，覺而不迷，淨而不邪，淨而不染，並依戒定為三項，以求達到此目標。修學嘅基礎係三福：待人依六和，處世修六道，盡普賢願，歸心淨土。佛之教化能時不易。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，發大誓願第六。法藏白言，唯願世尊大慈聽察。法藏喺世間自在王佛嘅會下聞經修行，建立西方極樂世界，將咁殊勝嘅成果供養老師。老師聽咗之後非常歡喜，讚嘆佢，教佢將西方淨土介紹俾同參道友，希望同參道友聽聞之後亦能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呢個係世間自在王佛要佢提出報告嘅意義。下邊呢段文係我哋通常講嘅48願，就係阿彌陀佛對老師提出嘅報告，具體嘅介紹西方極樂世界。係邊個為我哋介紹嘅呢？係阿彌陀佛親自介紹，釋迦牟尼佛為我哋轉述嘅。呢一品經文係全經最重要嘅部分。喺5種原譯本裏邊，漢譯嘅係24願，唐譯嘅係48願，宋譯嘅係36願。譯經者所譯嘅願文條目唔一樣，雖然數目唔相同，仔細觀察，內容係一樣嘅。將48嘅好幾願合成一願，就變成24；24展開就變成48或者36。由此可知，呢個係譯述開合唔同，內容並冇兩樣。夏居士匯集呢一品，用咗3個月嘅時間，而且慧明老和尚同梅光希居士都貢獻咗意見，等於係3個人合起嚟匯集呢一品經文，可見態度非常慎重。佢哋決定以24為綱，全文共分24段，以48為目，就係細字注喺每一段嘅下邊。48願嘅條目非常完整，實際上係以24大願為正，因為往生論裏邊亦提到願有24章，可見古時候係以24為主。中國人習慣講48願，連讚佛偈裏邊都講48願度眾生，順應大多數同修嘅習慣，所以將48目列出嚟，匯集得非常好。我若證得無上菩提，成正覺已，所居佛剎，具足無量不可思議功德莊嚴。
呢一段文係總說，包括咗全部嘅原文。向下24章就係詳細嘅介紹。法藏講：我若證得無上菩提，成正覺矣。呢個係講佢修行成佛，佢確實已經成佛。世尊同我哋講，法藏喺西方示現成佛，到依家已經10劫。既然成佛，佢嘅每一願都實現咗，冇一願係空願。所居佛剎，指佢所居住嘅報土，具足無量不可思議功德莊嚴。呢個同佢往昔所發嘅願相應，佢嘅願確實圓滿，超勝諸佛國土。呢個係講佢嘅國土具足不可思議嘅莊嚴，無量嘅莊嚴。不可思議嘅功德係乜嘢？係10念必生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決定不退成佛。呢個係不可思議功德。所以呢一句包含依報同正報。不可思議功德係正報，無量莊嚴係依報，依正果報都超過一切諸佛剎土。我哋要問，點樣不可思議？點樣超勝？下邊就一行一行為我哋介紹。無量不可思議功德莊嚴，唔單止係24條，48條亦太少，實在係無量無邊，說之不盡。呢48條不過係概略嘅介紹啫。由呢48條裏邊，我哋就能夠想象西方世界同他方國土確實係不相同嘅。無有地獄、餓鬼、禽獸、冤非、蠕動之類。呢個係第一願，48願嘅國無惡道願。極樂世界冇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說明冇三惡道。十方諸佛國土都同釋迦牟尼佛嘅國土差唔多。點解極樂世界冇三惡道？呢個就係佢喺修學考察嘅時候睇到諸佛國土嘅惡道眾生太苦啦，所以喺佢建立嘅國土裏邊冇三惡道。三惡道係果，點樣至冇果呢？必須將因緣消滅，至唔會有果報。如果西方極樂世界仲有三惡道嘅因緣，點可能冇果報呢？佛亦都冇能力滅眾生嘅定業。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力量係相等嘅。如果佛有力量，釋迦牟尼佛應當將我哋現前嘅三惡道消滅至啱。佢做唔到。西方極樂世界點解做得到呢？講老實說話，佢係新興嘅世界，佢嘅世界到依家至10劫。我哋呢個世界無量劫啦，係古老嘅國家，我哋嘅舊傳統掉都掉唔去，而佢係新建立嘅，新建立嘅好辦事，邊啲應該要，邊啲唔要。佢喺嗰度建立一個國土，歡迎十方世界嘅眾生移民到嗰度去。移民嘅條件限制得好嚴，唔夠資格就唔准去。當然佢嘅質素就好整齊，係咁嘅一回事。所以真正明了事實嘅真相，至明白西方淨土非常符合現代人嘅科學精神。好似新加坡係新國家，好辦事，一切制度係新建立嘅，冇傳統。西方極樂世界係新建立嘅，非常年輕，到今日只有10劫。西方世界絕對冇一個人做上品10惡業，至冇地獄。地獄嘅因冇，餓鬼道係做下品10惡業，畜生道係做中品10惡業。所以去嗰度嘅人都係修10善業往生嘅，各位應當理解。喺《觀無量壽經》裏邊，韋提希夫人見到西方極樂世界，非常向往，要求釋迦牟尼佛教佢求往生嘅方法。釋迦牟尼佛喺未講方法之前，先教佢修3種福，呢個非常緊要。點解？3種福係你修淨土嘅基礎，你連福都冇，你仲修乜嘢淨業？3種福裏邊，第一種就有修10善業。點解要修10善業？西方極樂世界冇三惡道，呢個應該好清楚。念阿彌陀佛仲做10惡，你諗下，你能唔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呢？唔能夠。點解唔能夠？
你同佢嘅願不相應，你仲做十惡，口是心非，去唔到噶。所以念佛嘅人好多。以前李老師講，10000個念佛人，真正往生嘅亦只不過2個、3個。往生嘅人咁少，就係佢冇將西方極樂世界嘅情況搞清楚，以為念呢一句阿彌陀佛就能夠往生。其實經常講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嚴格講，冇前邊呢種福，你絕對得唔到三歸。好多同修嚟求受三歸，我都同佢哋做一個形式上嘅三歸，稱為結緣三歸。係咪真嘅三歸？我亦都唔知道。點解呢？三歸五戒係建立喺十善業道嘅基礎上，修十善只係經常講嘅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只有資格接受三歸。如果連十善業都做唔到，嚟求受三歸，接受三歸係有名無實。五戒就更加唔使講啦。好似起房屋，三福係基礎，係地基。三福之一係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呢個係基礎嘅基礎，冇呢個基礎唔得。第二係受持三歸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，係基礎嘅第二層。第三係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咁樣基礎穩實，然後念呢一句阿彌陀佛，一念相應，一念佛，只能夠往生。所以一句佛號係喺呢個基礎上念嘅，由呢個基礎建立信願行三資糧，只能夠穩穩當當嘅往生。大家千萬不能疏忽，以為我信我願念佛就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喺屋企裏邊唔孝順父母，唔能夠尊敬師長，違背佛陀嘅教誡，就好似蓋大樓冇打基礎，蓋咗就冧落嚟，咁係念佛唔能夠往生嘅原因。我哋睇佛嘅心願，再諗下自己嘅作為，同佛喺經常講嘅教訓一對照，就明白我哋應該點樣修，佛號應該點樣念。唔使講，你亦都明白。你要明白用點樣嘅心去念佛，乜嘢態度去念佛。講老實說話，念佛就係生活，就係你用點樣嘅心態過日子，用點樣嘅心態同大家相處，處世待人接物，歸納起嚟就係呢一句佛號，無量覺，覺而不迷，要咁樣念。所有一切眾生以及焰摩羅界三惡道中來生我剎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復更墮惡趣。得是願乃作佛，不得是願不取無上正覺。呢個係第二不墮惡趣願。由呢度我哋好明顯嘅睇出嚟，阿彌陀佛嘅本心係念念願一切眾生同成佛道。呢個係彌陀嘅心願。我哋今日將呢48願作為我哋每日嘅早課，日日讀誦，目的喺邊度呢？係希望以彌陀本願引發我哋自己嘅願望，令我哋嘅心願同阿彌陀佛嘅心願相同，同阿彌陀佛同心同願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絕對有把握，一啲懷疑都冇。諗下我哋自己日常生活中起心動念，似唔似阿彌陀佛呢？對一切人仲會勾心鬥角，邊度似係佛呢？將來到西方極樂世界仲係要打交，所以西方極樂世界拒絕你，唔俾你去。你念得再好亦唔得，一日念10萬聲亦冇用。要念到你嘅心，你嘅願同嗰邊嘅人係一致嘅，相同嘅。嗰邊係六和嘅爭奪，絕對冇嘈交打交。
此原係講惡道眾生。所有一切眾生以及閻摩羅界。閻摩羅就係我哋世間人講嘅閻羅王。閻羅王係管地獄嘅，呢度係講地獄眾生，十法界中最苦嘅一界。三惡道中來生我剎。通指惡道眾生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仲受唔受惡道嘅苦？唔受啦，受我法化，接受阿彌陀佛講經說法嘅教化，喺西方世界都得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譯成中文係無上正等正覺，就係成佛。正等正覺係菩薩，無上正等正覺係成佛。地獄道嘅眾生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亦係一生成佛，其他嘅就唔使講啦。不復更墮惡趣。喺淨土修學一直到成佛嘅過程中，絕對唔會再墮惡道，呢個係不可思議功德。他方世界任何佛國土修行都係進進退退，你有惡道嘅因，遇到緣，邊度有唔墮惡道嘅道理？所以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你冇辦法超越六道輪迴。三大阿僧祇劫，呢個人要轉幾多世，實在係數不清。西方極樂世界就唔需要，一生就成就。點解一生成就呢？佢哋都係無量壽，壽命長，所以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一生就圓滿，就成就啦。成佛之後，再到十方世界教化眾生，咁係示現。應以地獄身得道者，佢就現地獄身為佢說法。好似地藏菩薩就係現地獄身。我哋今日塑嘅地藏菩薩像睇起嚟好莊嚴，面貌好豐滿，好好睇。其實地獄裏邊嘅地藏王菩薩相貌唔係咁噶，非常恐怖，係地獄相。菩薩喺餓鬼道，到餓鬼要現餓鬼身。你睇佢放鹽口嘅時候，鹽口台對面紮一個紙嘅鬼王焦面大士，青面獠牙，睇嚟恐怖。嗰個係觀世音菩薩。觀世音菩薩喺餓鬼道示現鬼王身，所以喺邊一度就要化邊一度身。化身自在，唔係真嘅受苦。佢清涼自在，為咗接引嗰一度嘅眾生。如果唔現同類身上，就冇辦法同眾生接觸。所以到畜生就要現畜生身。佢係真正得自在，所以絕對唔會再墮惡道，一生圓滿成佛。後文總結兩緣，得是緣乃作佛。呢兩緣一定圓滿，佢至成佛。呢兩緣如果不圓滿，佢就不成佛。不成佛就做菩薩。菩薩仲喺度修因，佢依家已經成佛，佢修因圓滿咗。不得是緣，不取無上正覺。無上正覺就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第一緣係睇到十方世界苦難嘅眾生非常苦，佢建立嘅國土唔要有苦難。睇到十方世界惡道眾生出嚟惡道之後修行，遇到惡緣又退轉，又墮落，亦好苦。阿彌陀佛睇到咗，佢嘅國土冇惡道，亦冇退墮，所以緣唔係喺屋企憑空想象而發嘅，係十方世界嘅呢啲事上，佢睇到咗，佢希望呢啲惡相喺西方極樂世界永遠見唔到。我作佛時，十方世界所有眾生，令生我剎，皆具紫磨真金色身，32種大丈夫相，端正淨潔，悉同一類。若形貌差別，有好醜者，不取正覺。呢一段文包括48緣中嘅3緣。法藏見到十方一切諸佛剎土嘅眾生不平等。不平等係好多罪惡嘅根源。人點解會做罪業？不平，環境好嘅驕慢，
環境差一啲嘅抱怨、怨天尤人，就會起衝突。阿彌陀佛睇清楚咗，要想眾生不造業，必須要平等。首先係身上平等，相貌平等。我哋每個人嘅相貌都唔一樣，相貌長得好嘅傲慢，自以為好了不起；長得醜陋就起自卑感，覺得不如人，於是心就不平啦。阿彌陀佛睇出嚟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人人相貌完全一樣，最好嘅相貌，最莊嚴殊勝嘅相貌，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圓滿具足。我作佛時，十方世界所有眾生。呢一句將我哋娑婆世界眾生都包括喺裏邊，所以我哋人人都有份。令生我剎，要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階具就係每一個人都具足，都係紫磨真金色身。我哋讚嘆阿彌陀佛身金色，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每一個人都係身金色，呢個不可思議。前邊第一句，無量不可思議功德莊嚴，真嘅不可思議。揾遍十方諸佛剎土，冇呢件事。十方諸佛剎土裏邊嘅佛同眾生相貌唔一樣。西方世界嘅眾生相貌同阿彌陀佛完全一樣，如果比阿彌陀佛差一啲，咁就不平等。身體高矮、形狀肥瘦都一樣，都相同。呢個係第三身色金色緣。32種大丈夫相，呢個係第四32相緣。其實呢個係釋迦牟尼佛轉說嘅時候略說啫。如果講出真實嘅狀況，世間人不能接受，亦冇辦法想象。32相係呢個世間認為最好嘅相，係相書裏邊講嘅貴相。32種貴相，佢都具足，一樣都冇缺少。實在講，西方世界阿彌陀佛身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，豈止係32相80種好？32相80種好，係佛應化喺我哋呢個世間嘅劣形身。佛係點樣嘅相好？往生到淨土，眾生同佛相同，所以極樂世界係平等世界。我哋仲未往生之前，要修平等心，以平等心處世待人接物，才能往生。咁樣至係真正念佛人。念阿彌陀佛就係心平等，就係心清淨。念呢一句佛號，心唔平等唔清淨，口念心不相應，咁樣係唔能夠往生嘅。心與口要相應，阿彌陀佛就係清淨平等覺。我喺介紹經題嘅時候，已經同各位講明，清淨平等覺就係阿彌陀佛，所以念呢一句阿彌陀佛，我心清淨平等覺而不迷，咁至相應。一念相應一念佛，念念相應念念佛。同乜嘢相應？同清淨心相應，平等心相應，覺心相應。此理此事不可不知。端正淨潔，端正係講容貌，心淨身潔，悉同一類。佛同眾生完全相同。若形貌差別，假如形狀容貌有差別，有好醜，阿彌陀佛絕對不成佛。有人講佢到過西方極樂世界，仲寫咗一本小冊子。我喺香港，暢懷法師攞嚟俾我睇，佢非常懷疑。你問我呢本小冊子靠得住嗎？我講唔好睇，嗰啲係假嘅，唔係真嘅。點解知道係假嘅呢？我只係翻開嚟睇一句，西方極樂世界仲有男女，呢個係假嘅。有男女就有差別，有差別阿彌陀佛就不能成佛。西方世界冇差別，經常講得好清楚。西方極樂世界冇女人，女人生到西方極樂世界都轉男身都成佛，邊度有形貌嘅差別呢？有形貌差別係佢搞錯咗，
佢唔係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唔知道佢去到邊度，翻嚟亂咁講。依家啲人唔相信佛經，依人不依法，痴迷如何得了呢？佛一再嘅囑咐我哋依法不依人，法係經典，經上冇呢種說法，所以真嘅假嘅，我哋一聽就明白就清楚。各位將呢部經念得好熟，絕對唔會受人欺騙。唯有平等，社會至真正祥和，修行只能夠一帆風順，一切煩惱、妄想、執着至容易放下，容易捨棄。我哋呢個世間，大家亦都明白點解放唔下，就係不平等，心裏邊有怨恨不平，咁至放唔下，結果係自己吃大虧，唔係人哋吃虧，自己造業，自己要受果報。你講幾冤枉呢？呢個係值得我哋警惕噶。呢個世間點解唔平等呢？老實講，就係心唔平等，人心不同，各遇其面。假如你睇到兩個人相貌完全相同，佢哋舉止行動亦相同，佢哋唔係雙胞胎，你亦都可以斷定佢哋兩個思想見解亦相同，禍福亦相同，因為佢哋嘅業報非常相似。咁樣嘅人世間有，但係唔太容易遇到。抗戰期間，我喺貴州讀書，同我唔同班有位姓張嘅同學，矮矮嘅，好頑皮，係隔離教室嘅。我哋時常一齊玩。抗戰勝利之後，我喺南京讀書，同班有位同學，佢嘅相貌同佢一樣，行路嘅樣亦都非常相似。我講出佢嘅毛病個性，佢嚇咗一跳。佢講：你點會睇相噶？睇得咁準嘅？我講：我唔係會睇相，係以前有位同學相貌同你一樣，行路嘅樣一樣。我諗你哋兩個人嘅個性會相同。果然冇錯，完全一樣。所以人心都喺相貌上，心嘅好醜係呃唔到人嘅，可以呃一般愚人。真正讀古書有學問嘅人就呃佢唔到啦。佢睇你嘅相貌，聽你講說話嘅音聲，睇你嘅動態，就知道你嘅性格，就能夠判斷你一生嘅吉凶禍福、富貴窮通。佢唔係從命理上書上斷定嘅，所以你能夠呃邊個呢？呃愚人，有學問嘅人，有道德嘅人，呃唔到㗎。有道德學問嘅人都呃唔到啦，你仲能夠呃得到佛菩薩咩？冇呢個道理。念念想求生淨土，而所作所為同西方淨土阿彌陀佛嘅願望完全相違背，能去得到咩？冇份啊！將來喺六道裏邊應該點樣輪迴，仲係點樣輪迴，應該受乜嘢果報，都係受乜嘢果報，一啲都冇辦法。各位同修，對呢一行嘅事理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呢一品經要仔細嘅聽，我哋早課念呢一品，只能夠真正做到反省檢點嘅效果。自己有冇做到？修行係咪真嘅相應？能唔能夠往生？仲使問其他嘅人咩？實在講，要自在往生，唔好病，病就靠唔住。真正往生係唔生病，坐住走，企住走，預知時至，知道乜嘢時候佛嚟接引，只係決定往生。我哋今日要求呢一個，能求得到嗎？絕對求得到。只要你將經典中嘅教訓都做到，冇一個求唔到嘅，呢個係真嘅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。我哋要注意經文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同十方世界所有眾生係一樣嘅意思，所以我哋都包括喺彌陀大願之中。問題就係我哋能唔能夠照佢嘅教訓嚟修學。48大願廣攝虛空法界，一個眾生都不留。自知無量劫時宿命，所作善惡皆能動視。切聽知十方去來現在之事，不得是緣，不取正覺。
呢一段係第六宿命通元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哋嘅能力恢復咗，就係時常講嘅神通、六通。六通係六根嘅本具能力嘅恢復。琴晚我請演培法師講開示，我希望佢對我哋修學方面有啲勉勵，請佢講呢一方面。冇諗到佢將我哋當作係佛學院嘅學生上咗一課，講18戒，亦唔錯，溫習百法明門。我喺好耐以前講過，可能仲有錄音帶，將唯識溫習咗一遍。真正要緊嘅係修行，要點樣將佛嘅教訓做到？唯有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即使係下品往生，六根嘅本能都恢復。呢個不可思議，亦就係前邊所講嘅具足無量不可思議功德莊嚴。呢個係不可思議功德莊嚴，因為十方諸佛世界都冇呢一種事情。最低限度要證到原教初住菩薩，你嘅六種神通至能夠恢復。西方世界即使下品往生嘅，佢嘅能力之大，超過原教初住，幾乎同阿彌陀佛相等。呢個係得到彌陀本願嘅加持，確實係難信之法。所以一般教下聽到此事，搖頭不能相信，以為係釋迦牟尼佛勉勵嗰啲愚人好好嘅念佛。呢個恐怕唔係真嘅，因為喺所有經典裏邊揾唔到理論依據。實在講，佢有冇理論呢？有，理論太深。即使等覺菩薩得唔到佛力嘅加持，佢亦都搞唔清楚。原文裏邊明白嘅同我哋講，佢係自知無量劫時宿命。阿羅漢得宿命通，知500世。呢個地方講生我國者，冇講上品上生有呢個能力，中品以下冇。換句說話講，只要下品往生，亦自知無量劫時嘅宿命。一般講呢啲係7地以上菩薩自有嘅能力，何況佢係真正嘅無量，唔係有量嘅無量。講無量嘅無量，7地菩薩都未做到，而往生嘅人卻超過咗。好似呢一啲地方，我哋要好冷靜、仔細嘅去諗下，自己喺無量劫中生生世世所做嘅善惡，自己都知道。心就好似一面鏡子一樣，全部照見，唔需要作意。過去生再過去生，唔使去想。阿羅漢要想，要作意，不想佢唔知道。想過去世佢知道，想再過去世佢亦知道。佢只能想500世，500世再過去，佢想亦想唔出嚟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人嘅神力不可思議，不必想，都喺面前照見。呢個係48願嘅第6願，皆能動視。呢一句係第7天眼通願，天眼不可思議，皆係冇範圍、冇障礙。一般阿羅漢嘅天眼只能夠見到一個小千世界。阿羅漢裏邊天眼第一係阿那律陀，佢嘅天眼係修嚟嘅，亦只能夠見到一個大千世界。大千世界以外，佢就見唔到啦。宇宙中大千世界無量無邊，無量無邊諸佛國土，佢只能夠見到一個佛國土，就係本師釋迦牟尼佛嘅娑婆世界。娑婆國土之外，佢就冇能力見到啦。菩薩能見2個大千世界、3個大千世界、10個、100個、1000個，都要睇菩薩嘅階位。皆能動視，就係無量無邊諸佛剎土一個都不漏，嗰啲係阿彌陀佛只能夠見到。所以咁樣嘅經文俾人哋睇，邊個能相信呢？菩薩睇到都搖頭唔相信，呢個有咩辦法呢？我哋聽咗能相信，咁就奇怪啦。呢啲係怪事，你點會相信呢？如果唔係經常講，我哋實在諗唔出道理。經常講，你過去生中無量劫嚟種植嘅善根深厚，
過去生中曾經供養無量無邊諸佛如來，現前蒙諸佛冥冥中加持，你聽咗會生歡喜心，不懷疑，肯去相信，就係咁嘅一個原因啦。聽咗不能相信，嗰啲係好正常嘅現象，不足為奇，因為佢冇咁深厚嘅善根。佛雖然想加持佢，亦都加唔上，佢有業障礙住，所以的確有大福德嘅人自肯念佛，福德唔夠嘅人唔會念佛。呢個係皆能動事。切聽係第八天意通圓，切同動係一樣嘅意思，冇範圍，冇障礙，盡虛空遍法界，十方三世佢都見到，再微細嘅聲音佢都聽到，所以唔信嘅人亦有福。有乜嘢福呢？佢唔怕。相信嘅人念到呢度都毛管動起嚟，因為我一舉一動，西方世界所有大眾都見到，我同人哋講悄悄話，佢都聽到。所以念此經文點能夠唔毛骨悚然呢？唔相信嘅人冇所謂，係假嘅，唔係真嘅。相信嘅人就要警覺啦。下句係總括起嚟講，知十方去來現在之事。去係過去世，來係未來世，現在係現在世。十方三世無量無邊諸法剎土裏邊一切眾生，佢都見到，都聽到。所以念佛人要記住，你起心動念，一舉一動，有幾多人喺度睇你？唔好以為冇人睇到。如果以為冇人睇到，咁你對呢部經就唔相信。果然相信，你嘅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，不能不注意。正業係點樣培養成嘅呢？黃念祖居士喺《無量壽經注解》裏邊講，極樂世界眾生，即係往生嘅大眾嘅神通能力，係超過世尊喺其他經論中所講嘅，或係禪定德、果報德，都超越晒，超越得太多啦。禪定能得世間四禪八定，可以得五通，所以神通係由定中得嚟嘅。真正有禪定功夫嘅人都有神通，但係冇漏盡通。證得阿羅漢果，見思煩惱斷咗，只能得漏盡通。阿羅漢係修定中最上乘嘅人，能力亦不過知過去未來500世。500世係幾耐？我哋中國人時常講30年係一世，500乘30，呢個係佢知道嘅範圍。超過呢個範圍，佢就唔知道。呢個地方講係無量劫，冇界限，冇邊際。小乘人證得須陀洹果，天上人間7次往來，好唔容易自證得阿羅漢。念佛人念3年5年就往生，似乎係太容易，太便宜啦。邊度有呢種好處呢？佢憑乜嘢有咁大嘅能力？黃念祖居士同我哋講，完全係仗住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嘅神通願力加持，所以佢得嘅係大乘不共嘅通力，權教小乘點樣比都比唔上。呢個就係報德，唔係修德。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有啦。好似一個人投胎到帝王家，生落嚟就係太子，將來就係皇位繼承人。咁冇說話講，佢係報德。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亦係咁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皆得他心自通。若不識之，益那由他百千佛剎。眾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覺。第9，他心通圓。讀呢一段就更加驚啦。前邊仲有言語動作，呢度係十方世界一切眾生起心動念，佢哋都知道呢個係真㗎，唔係假嘅。西方極樂世界距離我哋娑婆世界10萬億佛國土，大本小本都講得好清楚。華嚴經裏邊講20重華藏世界，娑婆同極樂同喺第13層，好似20層嘅大樓，
娑婆世界同西方世界同喺一層，距離好近。呢個地方講億那由他百千佛剎，我哋至10萬億佛剎，算乜嘢？我哋喺呢度起心動念，你諗下，佢哋都知道正業要點樣修呢？心淨則土淨，心不清淨不能往生。身不清淨唔緊要，係唔礙事嘅，因為往生唔係身去，係心去。但係我要同各位講，身清淨，心唔一定清淨；心清淨，身一定清淨。點解呢？依報隨住正報轉，邊度有唔清淨嘅道理？心要點樣至清淨？有妄想就不清淨。乜嘢係妄想？我喺呢個地方老老實實、明明白白嘅同各位同修講，唔想阿彌陀佛就全部係妄想。如何得清淨？點解唔肯念佛，要打妄想？呢個就係業障。知道業障重，日日希望消除業障，我哋要問點樣消呢？念佛就消晒，不念佛業障又現行。觀經直指係觀無量壽經嘅注解，慈雲灌頂佛師作嘅，佢係清朝乾隆時代嘅人，喺佛教史上亦係好了不起嘅一位大德。佢喺著作裏邊講，所有一切經論法門都消滅唔到嘅業障，呢句阿彌陀佛能夠消。呢句阿彌陀佛不可思議，古德同我哋講得好清楚。呢一句佛號就係自己嘅本覺，能念之心係此覺，念佛即係此覺合本覺，覺就不迷。障係迷，所以我哋至真正明白，真正搞清楚乜嘢係正念。阿彌陀佛呢個念頭係正念，阿彌陀佛呢一句係正語。離開阿彌陀佛就係妄想，就係業障。唔單止業障起現行，仲要繼續不斷再造業，咁點得了啊？你如果能將呢一句佛號老老實實嘅捉住捉緊，好多人念3年，預知時至，企住往生，錯住往生，佛嚟接引。3年時間唔長，咁樣往生品位絕對唔低，品位低點能唔病呢？預知時至，企住走，決定唔係中下輩往生，至少中上品往生。3年就成功，點成功嘅呢？業障都消咗。我哋今日雖然念佛念經，仲係勾心鬥角，仲係張家長李家短，是非人我，貪嗔癡慢，呢個就係造業啦。西方世界人睇見啊，你不能往生，無量劫嚟生生世世都喺度念，都去唔到。乜嘢原因呢？就係口裏邊念佛，心裏邊計較，一行都放唔低。呢啲係你一生念佛不能往生嘅原因。等來生再講。來生係咪能夠得人身？係唔係能夠再遇到念佛法緣呢？咁就唔太可靠啦。唔知道要到邊一生至會再得人身，再遇到好似今日咁嘅善緣。我哋過去生中好似咁樣嘅機會，唔知道錯過幾多次。如果冇錯過，早就到西方極樂世界做佛咗，邊度仲會錯喺呢度？呢個係生生世世將機會錯過。點錯過嘅呢？就係念佛仲喺度打妄想，生活中仲有是非人我。